任何交易必須符合法律同埋規則嘅要求。李家超第一次評論長和計劃出售巴拿馬運河業務，據報內地多個部門已經展開調查。特朗普話習近平會喺不久將來訪美，中方暫時未有回應。以巴和談可能破裂，以軍恢復空襲加沙。各位，長和計劃出售巴拿馬運河港口業務。彭博引述消息話，內地多個部門展開調查，係咪可能危及國家安全？行政長官李家超第一次回應，話任何交易必須要符合法律同規則要求。